你得先學會低頭求我。想讓我跪舔他，這狗男人還真會做生意。那我去你公司上班，做你的24小時貼身秘書，怎麼樣？就你这一身反骨，在我手下活不過3天。我听话呀，從現在起，你說什麼就是什麼。好，那從今天開始，你給我洗1個月的衣服，做1個月的飯，打掃1個月的屋子，外加不定時不定點的給你睡。行，我接受，只要屈先生說話算數。